我叫邱彦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女人有时很感性，有时很可怕，有时很正义，有时又很圆滑。女人真是种复杂的动物。哎，我的血怎么少了呢？这个游戏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还出这种故障？看来不玩是对的。哎，不是吧？又掉了一滴。这个游戏还又出这种故障？难道刚才不是因为游戏故障？难道是因为我不机械玩游戏才失血了吗？失就失吧，失我也不玩。进入游戏后，你们面对危险时可以随时启动滴血模式，可以获得不同技能，但是每人只有10滴血。游戏里把血耗尽，灵魂将永远封印在游戏世界里。归零者，灵魂将永远封印在游戏世界。那我要看看我少了多少滴血，我要好好想一想。第一天我就使用了滴血模式。滴血模式！第二天掉了2滴。嘿哈呀！我已经失去5滴了，这才第4天，这个游戏要玩10天啊！那我接下来的日子我要怎么熬得过去啊？只剩下5滴了，唉，那我岂不是要死在这个游戏里了？不行，我不能无端端的死在这个游戏里。但是如果现在就回去的话，岂不是又要杀人了？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啊？邱彦明，你不能再那么懦弱下去了。再这么懦弱下去的话，你在学校还是会被欺负，你还有可能被夺走性命。勇敢起来，杀人就杀人吧。哎呦喂，你还没死啊？你们3个都死去哪了？啊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刚才跟踪柳先生，
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们杀掉他没有啊？啊？有没有杀掉他？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看你这样子，肯定是失败了。如果你们3个在的话，那我们肯定能够杀了那个柳先生的。哎，邱月明呢？他走了。走了？走了，他被杀了。我说什么呀？我是说他离开了。他说他受不了这个游戏，所以不想玩了。他走了，那我拿奖金的几率就更高了。别老是想着奖金的好不好？你倒是想想怎么完成任务算了。还想完成任务啊？那个柳先生会武功的，本来我们5个人加起来都未必打得过他。现在一个走了，一个废了，该怎么玩啊？看来我们不能蛮干了，我们要智取。要我说，管他3七21呢，上去直接干！你是何人？你来我这儿做什么？你是哑巴吗？我就是要问你，沙包大的拳头，你见过吗？我再问你，沙包大的拳头加拳击套，你又见过吗？蠢啊你！都说了不能蛮干，要智取，你还指望你那一身虚有其表的肌肉就能完胜啊？哎，叫你傻哥真的没错。差点都忘了，柳贤说是会武功的，看来这个智取也要来点旁门左道才行。我有办法，用万能胶。万能胶，我们把万能胶涂在纸上，然后铺满他的房间里面。到时候他一进房间，一脚踩在万能胶上，动都动不了。到时候就肉在砧板上，任我宰割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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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好啊，这么巧啊！你这就叫做自己挖坑自己跳啊！哎呀，你们的方法都不行，关键时刻还得我这种少女能顶半边天出场。哟，还能靠你顶半边天呢？靠你顶，早就天崩地裂了。你就继续耍你的嘴贱吧，到时候等本小姐凯旋归来，你可别跪着抱我大腿。好啊，这么厉害，倒是说说你有何妙计啊？这回我的计划就是美人计。你是？回老爷，
我是刚刚进府的丫鬟。哦，老爷，你看书看那么久，奴婢猜你一定饿了，所以煮了碗面给你吃。这么好啊！哎，坐我旁边，跟老爷一起吃。老爷不要这样子，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没事。这里只你我二人，又没有人看见，怕什么呀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小妖精，让老夫整理一下书籍。手里拿的是何物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还说没什么？这是何物？这是胡椒粉。胡椒粉？是的，胡椒本是一种从西域传来的植物，香中带辣。将它磨成粉之后，放在料理中可以去腥提味，实在是拜访亲友、居家旅游必备的开胃神器。由于比较难得，所以家父把它当成传家宝传给了奴婢。奴婢生怕丢失，所以每日带在身边。今天想了先生要吃面，所以想要先生吃得更尽兴一点。先生，不错，不错，果然不错。没想到这么有心啊！不是先生，本来就是奴婢的职务。那老夫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服侍先生的。啊哈！先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先生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还会震动？这是啊！老夫知道了，原来你喜欢玩这种游戏呀！那老夫今天晚上可要跟你慢慢玩啊！救命呀！咦！喂，你们三个干嘛不来救我啊？哇，难得有这么好看的爱情动作 live show， 还是免费的，那我们当然要一次性看得够啊。哎，这场好戏太棒了，一定要给编剧加个鸡腿。哎，你们够了啊！不行，不能让夏凌晨去用美人计，不行！喂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现在不是在计划，不是在幻想吗 ？OK， 啊 ？Why so serious？ 对哦。哎，现在到底怎么办呢？美人计不行的话，那就美男计喽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对呀，你夏大妈不是说你滚蛋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本来是这样，但是我发现，如果不参加游戏的话，它会自动掉血的。自动掉血，那岂不是霸王条约？我们想不完都不行啊！对啊，你们看，我刚出去没多久，它就自动掉了2滴血。切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外面乱启动滴血模式，杀了无辜的人，然后收拾不了这烂摊子就滚回来找我们帮忙了？不是，我没有说谎，我没有乱杀人，我哪敢乱杀人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最受不了你们这种人，跟个龟一样，扮猪吃老虎。哎，不是的，你们要相信我。凌晨姐，你是相信我的是吗？姐姐肯定相信你。过来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你不是说不想杀人吗？难道你要你的双手沾满鲜血吗？可是，哦，咬耳朵啊！我
我就知道你们两个肯定私下有些什么，说不定啊，他们早就偷偷结盟了。好啦，你别动不动就被害妄想症上线了。你这么会想，又不见你想出什么对付柳先生的妙招。现在情况很严峻，以我们现在剩余的这点血量，很有可能熬不到第5关，就死在游戏里面了。谁说我没有呢？凭借我的天资聪慧，我动一动脚趾头就想好了绝世妙招——美男计。还说自己天资聪慧呢，结果还不是偷别人的想法。话给我说清楚了，什么叫偷啊？他一个破小孩哪懂什么美男计啊？美男计呢，肯定是我这种老司机才会懂的招数。但那个柳先生是男的呀，美男计管用吗？他有这种特殊嗜好，你也知道。这回你还跑得挺快的，但跑得快就死得快。谁说美男计要用在柳先生身上？我们可以用在其他人身上。借刀杀人，曲线救国。看你们一个个的，平时有空不多读点书，这都不懂。我们的美男计是用在柳先生的丫鬟身上，借他丫鬟的手去杀了他。我想柳先生再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在一个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、手无缚鸡之力的丫鬟身上。哎，好像有点道理呀。那谁去实施这个美男计呢？我不行啊，我不去，我卖身不，我卖艺不卖身啊。谁说要你去啊？这个人就是你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是你啊？你以为我不想去啊？只是柳先生一家老小的势力有问题，上到老爷，下到丫鬟，都喜欢你这款。当然是你去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这个好，兄弟，靠你了。哼，元宝哥，辛苦你了。元宝哥，欲成大事必有所失，这点小小的牺牲，你肯定可以的。我相信你啊！别想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到时候就这样。欧巴，你想我了？当然是，我想你帮我一个忙，你一定会答应的，对不对？帮！欧巴，你说什么我都帮。我有一物想要给你。给我？欧巴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哎，给你，然后你帮我呈给柳先生。我这样帮你，欧巴你怎么谢我呀？刚才你不是说什么都愿意帮我的吗？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欧巴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
先生，请喝茶。在茶里下毒。这个美男计非你莫属了。可是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呀。哎，别管他对不对了，你肯定可以的，欧巴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。眼看我们的任务就要失败了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奖金已经插上翅膀，随时准备飞走了？那，不要多想了，我道具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拿着，喝了。傻呀你，给柳先生的。各位，刺杀柳先生行动 ，Action！多慢，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一方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一方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